说到经典情景喜剧，一定离不开美剧。好看的美国情景喜剧多到很难挑出最棒的是哪部。你也是情景喜剧爱好者吗？看过的哪些好看的情景喜剧美剧呢？入门必备的《老友记》，90年代横扫艾美金球的《欢乐一家亲》，近年来的爆款情景剧《生活大爆炸》等等，都是情景剧爱好者们爱不释手的精品。细说小编就为大家带来了美国最经典10大情景喜剧，看看你的最爱在不在这份美国情景喜剧电视剧大全中吧。美国最经典10大情景喜剧排行榜1，《老友记》。《老友记》是一部美国电视情景喜剧，故事以生活在纽约曼哈顿的6个老友为中心，描述他们携手走过的10年风雨历程。全剧共10季236集，是史上最受欢迎的电视剧之一，全10季收视均列年度前10，至今仍在全球各地热播和重映。《老友记》广受好评，获得第54届艾美奖喜剧类最佳剧集奖，提名黄金时段艾美奖累计62次。欢乐一家亲。欢乐一家亲英语 Frasier 是一套衍生自经典美剧《隐生切日》的美国电视情景喜剧，全剧于1993年9月16日至2004年5月13日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首播，共11季264集。本剧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电视喜剧之一，如果加上前作的11季，那么这一系列作品总计陪伴美国人度过了22个春秋。生活大爆炸。生活大爆炸是由马克·森哲斯基执导，查克·罗瑞、比尔·布拉迪编剧，吉姆·帕森斯、约翰尼·盖尔克奇等共同主演的美国情景喜剧，于2007年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。该剧讲述的是4个宅男科学家和一个美女邻居发生的搞笑生活故事。2009年8月，该剧赢得了电视评论协会最佳喜剧系列奖。2017年9月18日，获得第69届艾美奖最佳喜剧多镜头剪辑奖。我为轻狂。我为轻狂从1992年开始在美国首播，1999年结束，连续播出了7季，取得了很好的收视效果，成为美国90年代最著名的浪漫情景喜剧。该剧从各种角度展示了一对年轻男女从恋爱到结婚的生活。扮演女主角吉米的海伦·亨特是美国著名的影视双栖演员，10岁就开始了她的演艺生涯，并因为尽善尽美一片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。摩登家庭。摩登家庭是一部以伪纪录片形式叙述与拍摄的情景喜剧，于2009年由美国广播公司首播，已连续蝉联5届艾美奖喜剧类最佳剧集。该剧讲述了3对各有不同的美国家庭，一对普通父母与3个孩子，一对同性恋夫妇从越南领养了养女，组成3口之家。一个60岁的老头迎娶了位热辣的哥伦比亚异国美女，美女还带着个捣蛋的11岁胖儿子。最奇妙的是，其实他们是一个大家庭。老爸老妈的浪漫史。老爸老妈的浪漫史是 Pamela Furman、Rod Greenberg 执导，乔什·拉德诺、杰森·西格尔、艾里森·汉尼根等主演的一部情景喜剧，于2005年9月19日在 CBS 电视网首播。故事是关于主角泰德·莫斯比在2030年时开始向他的孩子述说他如何与他们的妈妈相遇的过程。《宋飞正传》NBC 电视台的《宋飞正传》的主题是没有主题 Show About Nothing， 由 Tom Sharon 执导， Jerry Seinfeld、Jason Alexander 等主演。他讲述了4个平常人的生活，主角并没有衣着光鲜，也没有奇能异才，把我爱露西，我爱露西开启了美国肥皂剧的新时代。这部剧从1951年10月15日开播，生动地描绘出整整一代美国女性的生活。女主角露西是一个居住在郊区大房子里、头脑简单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，她所有的故事全是围绕家中的客厅和厨房展开，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来自于与丈夫和婆婆的相处。她的愚蠢、浅薄、邋遢、狂热、易怒、固执，当时被认为是一种女性特质的喜剧元素被放大。破产姐妹第1季Brooke Season 1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于2011年9月19日首播的情景喜剧。该剧由詹姆斯·伯罗斯执导，凯特·戴琳斯·贝斯比厄主演。该剧讲述2个身份背景完全不同的都市女孩商量着筹集25万美元资金来共同开创新事业的故事。破产姐妹这个发生在纽约的这个励志故事，尽管充满了各种吐槽和无下限双关，却仍然不失它的正能量本质，使人人都爱雷蒙德。人人都爱雷蒙德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出品，迈克尔·莱拜克和雷罗马诺联合执导的电视喜剧。
由雷罗曼·诺帕翠西亚·希顿等主演。该剧讲述了主人公纽约一家体育报社的记者雷蒙德·巴隆的人生故事。